平常来学习闽南话，第一课社交称呼。华文的你，闽南话叫你、我是我，也是阮。他是伊，你们是恁，我们是咱，他们是因。华文的人，闽南话是人，男人查甫，男子汉查甫囝，女人查某，先生先生，夫妻翁婿，大人大人，长辈时大，小孩小囝，小孩子囡仔人，婴儿翁仔。华文的祖先，闽南话是做公，也是公妈，曾祖父母阿祖，祖父是阿公，祖母阿嬷，岳父是丈人，岳母是丈母，公公大官，婆婆是大家。华文的爸爸，闽南话是阿爸，妈妈阿母，伯父阿伯，伯母阿姆，叔叔阿叔，婶婶阿婶，姑姑是阿姑，姑丈是姑丈，舅舅阿舅，舅妈阿金，姨妈阿姨，姨丈是姨丈。华文的哥哥，闽南话是阿兄，嫂子是阿嫂，弟弟是小弟，弟妇是小姊，姐姐是阿姊，姐夫是继夫，妹妹是小妹，妹夫是妹婿，表哥是表兄。华文的儿子是闽南话是后生，女儿是查某囝，侄子孙仔，外孙外甥。华文的女婿，闽南话是囝婿，儿媳是媳妇，孙子是孙仔，孙女是查某孙，外孙是外孙，外孙女是外孙女，曾孙是囡仔孙。